同大家喺巴黎室外行咗幾日，今日我哋將會帶大家行一個建築藝術路線。我哋將會入場參觀4個景點，想知道係邊度？繼續睇落去啦。首先，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就係海軍大廈 Hôtel de la Marine。呢座歷史建築係喺18世紀為皇室而建嘅。佢當年嘅正式用途係作為皇室家私同珍寶嘅收藏同管理地方，所以入面存放咗好多屬於法國皇室嘅家私、掛氈、藝術品同埋重要嘅儀式用品。直到法國大革命之後，呢座建築物就轉交咗俾海軍使用，成為咗法國海軍總部嘅辦公室。至到2021年修復之後，就正式開放俾公眾參觀。所以我係未嚟過㗎。到咗預約嘅時間左右，我哋就去換飛啦。check完飛之後，就俾咗一個好有型嘅 headset 我哋。唔知係咪我哋孤陋寡聞啦？覺得個 headset 好有型同埋好輕。重點係你行到邊，佢會自己播㗎。玩咗一輪之後，知道點運作，我哋就開始行啦。入到去第一個感覺係，雖然呢度係另一個皇宮咁樣嘅建築物，但係同我哋之後去睇嘅凡爾賽宮好唔同，感覺一啲都唔浮誇。聽住 audio guide 介紹邊個喺呢度做過啲乜嘢，用講故事嘅方式去解釋每個空間、每件家私，好容易就代入到以前嘅人嘅生活節奏。整個參觀路線安排得好順，人流控制好好。臨走嘅時候，記得唔好錯過佢嘅戶外空間，可以坐低喺度慢慢欣賞周圍嘅景色。因為呢座建築物正正就係喺市中心貼住協和廣場，所以由呢度望出去，可以清楚見到協和廣場一路延伸，同巴黎鐵塔連成一條直線，視野好廣闊。如果你中意歷史同埋建築，我真心覺得呢度非常值得特登嚟一轉㗎。跟住落嚟，我就帶大家嚟到 Musée du Louvre 羅浮宮啦。其實羅浮宮大家可能都已經好熟，我就簡單講兩句就算啦。羅浮宮本身嘅建築都好巴閉，最初由文藝復興時期嘅法國建築師 Pierre Lescot 設計，將意大利嘅古典元素帶咗入法國。羅浮宮嘅外牆同埋佢宮殿空間都係由佢設計㗎。而香港人最熟悉嘅就係由美國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，喺1989年完成嘅玻璃金字塔入口。羅浮宮嘅珍藏包括咗世界上最著名、最多元化嘅藝術品，由古埃及文明、希臘羅馬雕塑到文藝復興同巴洛克嘅作品，每一件都係藝術史上面嘅經典。我哋今次主要係慢慢行，慢慢欣賞自己中意嘅展區。我同主人最中意嘅古埃及同埋希臘羅馬雕塑，今次喺羅浮宮就可以睇到夠啦。唔可以唔提嘅，當然係喺我哋參觀嗰陣仲喺度嘅皇家珠寶啦。依家已經俾人偷咗，想睇都冇得睇啦。好彩我哋當時影咗好多相，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啊。羅浮宮佢唔只係一個博物館，更加係一個歷史同藝術交融嘅空間。佢亦都係我每一次去巴黎都一定會去嘅地方，因為無論我係第一次去
定係第 N 次去，每一次我都有唔同嘅收穫同感覺。好啦，下一站我哋就嚟到 Musée d'Orsay。奧賽博物館啦。如果你係中意印象派嘅藝術，呢度真係一定唔可以錯過噶。奧賽本身其實唔係一開始就係博物館嚟嘅，而係一座舊嘅火車站，為咗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而建。後來經過改建，喺1986年正式開放成為博物館，專門收藏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嘅藝術作品。而好多以前喺羅浮宮展出嘅印象派名作，亦都係喺嗰個時候搬咗過嚟。行入奧賽博物館，你一定會留意到佢嗰個巨大嘅鐘面。呢個鐘其實係佢其中一個最標誌性嘅打卡位，因為由鐘面望出去，你可以見到巴黎市內嘅景色。而至於參觀方面，呢度地方唔大，但係有好多人。老實講，我自己就覺得個參觀體驗好有壓迫感，同可以慢慢喺藝術館入邊安靜咁欣賞作品嘅嗰種感覺好唔同。不過喺入去之前，有一個免費嘅 locker 房，俾你可以存放背囊或者較大件嘅個人物品。大家真係記得好好使用，因為博物館入邊真係幾逼㗎。行入去展覽廳，你會見到好多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嘅名字。就算你唔係專業嘅藝術迷，都好容易俾佢哋嘅名畫吸引，忍唔住停低欣賞㗎。如果你好似我哋咁中意印象派，我真心覺得奧賽博物館係非常值得一去。臨走之前，大家唔好漏咗呢個喺出口附近嘅宴會廳啊！呢個空間本身就係以前火車站嘅時候嘅華麗宴會廳嚟嘅，天花同埋整體嘅設計都好有氣派，而且因為好多人漏咗，所以呢度嘅人流好少。我哋喺度影相影咗好耐，其實你都見都係得嗰幾個人㗎咋。好啦，睇完啦，我哋出去又準備去下一個地方啦。好啦，最後一站我哋就嚟到巴黎一個最華麗，亦都係最有故事感嘅地方——加尼葉歌劇院啦。Palais de Garnier。一行入歌劇院，最吸引目光嘅一定係呢條宏偉嘅大理石樓梯，金色嘅裝飾、水晶吊燈、精緻嘅雕刻，每一步都好似帶你走入另一個世界，好似翻咗去19世紀，見到當年法國貴族盛裝出席歌劇嘅年代。呢座歌劇院由建築師Charles Garnier 設計，喺19世紀落成，由外觀到內部裝修都極盡奢華，充滿住歌劇黃金年代嘅氣派。除咗出邊好靚嗰條大理石樓梯之外，唔可以唔提呢一個歌劇院嘅大廳。呢度入邊金碧輝煌，配合咗鏡面同埋壁畫，可以想象到當年上流社會喺呢度交流社交嘅華麗場面。提到加尼葉歌劇院，好多人都會諗起一個充滿神秘色彩嘅故事，就係歌聲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。喺故事入面，歌劇院地底有一個神秘嘅通道，同埋有個地下嘅湖，而 Phantom 就係喺呢啲地方出沒嘅。當你企喺呢個主劇院入面，望住層層嘅包廂同埋幽暗嘅角落，真係好似入咗去故事入面，感受緊呢一套歌劇。睇到呢度，不得不提嘅係呢個主劇院入面嘅天花畫，由藝術家 Marc Chagall 喺1960年代創作。呢一幅嘅天花畫色彩鮮明，同原本古典華麗嘅建築形成咗強烈嘅對比。
又令到呢個空間多咗一份現代嘅藝術感。嘉尼葉歌劇院唔單止係一個表演嘅場地，佢更加係一個承載住藝術、建築、傳說同埋浪漫想像嘅宮殿。當日我哋喺度影相嘅時候，遇到一對韓國情侶，大家打咗招呼之後就交換電話互相影相啦，不停咁叫對方擺 pose， 同佢哋玩得好開心。所以你哋而家就會見到呢啲放閃嘅相啦。介紹咗4個景點，你哋最中意邊個呢？下一條片我將會帶大家去巴黎近郊嘅凡爾賽宮，除咗睇去金碧輝煌嘅皇宮，仲帶大家去睇佢嘅音樂噴泉啦。仲有啊，主人人生第一次撐船仔啊！大家記得 like 呢條片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啊！咁我哋出片嘅時候，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。拜拜。